羅馬書第6章，你們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，我們是否可以隨意犯罪呢？羅馬書6章第14節呢句說話，絕對唔係講基督徒可以隨意咁去犯罪，或者犯罪與我哋冇關係。保羅喺第6章特別強調，基督徒已經因着基督嘅死與復活，與我哋嘅罪脫離關係，不再作罪的奴僕，而是作義嘅奴僕。恩典之下嘅意思唔係神降低咗標準，放寬咗律法，亦都唔係講我哋可以任意所為。相反嘅，恩典係神賜俾我哋勝過罪嘅能力，使我哋能夠活出聖潔嘅生活。神將佢嘅律法寫喺我哋嘅心入邊，呢個係新約嘅律法。雖然我哋唔喺舊約嘅律法之下，但係領受咗恩典嘅人，我哋反而更加積極地去順服神，行出義嚟。所以唔喺律法之下，喺恩典之下，絕對唔係講我哋可以隨意犯罪，即使恩典用嚟抵消合理化嘅犯罪。基督徒唔係靠犯罪嚟到顯明神嘅恩典，而係靠恩典嚟到活出勝過罪惡，活出聖潔。保羅明顯咁樣講，佢話斷乎不可。我哋喺律病人上，我哋喺罪上邊死了嘅人，豈可仍在活罪？保羅話斷乎不可。我哋喺罪上邊死嘅人，豈可仍喺罪中活着呢？羅馬書6章2節，呢個清楚講明律法。呢個恩典唔係犯罪嘅許可證，而係新嘅生命嘅動力。羅馬書6章14節呢個說話斷乎不可，我哋唔可以誤解為可以隨意犯罪，因為喺基督徒嘅恩典之下，唔係為咗犯罪，而係為咗活出聖潔，活出神嘅義。喺羅馬書第6章主要講到信徒因基督嘅死與罪嘅關係嘅變化，以及新生命嘅意思。保羅回應一個問題，既然恩典因罪惡增加，是否我哋繼續可以犯罪呢？係絕對不可。信徒透過洗禮與基督聯合，象徵與基督同死，脫離罪嘅權勢，並且一同復活，活出新嘅生命。因此，信徒不要再作罪嘅奴僕，反而我哋要將自己獻俾神，活出公義嘅生活。保羅用奴僕嘅比喻講明，人要作罪嘅奴僕，結果係死亡；要作義嘅奴僕，結果係永生。信徒既然從罪中釋放出嚟，就要順服神，追求聖潔。最後罪嘅工價係死亡，但係神嘅恩典係永生嘅。我哋一齊祈禱。親愛嘅天父，我哋滿心感謝你，因為你藉着愛子耶穌基督將豐盛嘅恩典賜俾我哋，叫我哋可以從罪中得到釋放，進入你榮耀嘅光明國度。唔係因為我哋嘅義，而係因為神你憐憫我哋，使我哋成為新造嘅人。主啊，求你幫助我哋，唔單單認識恩典，更加活出恩典，讓我哋不再依靠自己喺律法上嘅行為，而係靠住你賜俾我哋嘅新嘅生命，喺聖靈嘅引導之下，行作真理嘅愛嘅當中。主啊，讓你嘅話語深深咁存喺我哋嘅心入邊，唔係作為重擔，而係作為生命嘅動力，叫我哋因為你嘅愛而能夠樂意遵行你嘅旨意。
主耶穌幫助我哋天天背起我哋自己嘅十字架，效法你嘅樣式，將自己獻上，當作活祭，是聖潔的，是理所當然的，是你所喜悅的。讓我哋喺家庭當中、喺工作上、教會當中都活出神你俾我哋相稱嘅生活，讓我哋喺生命如光照耀，見證基督嘅榮美，使我哋因為我哋嘅好嘅行為嚟到榮耀父神你嘅愛。我哋奉靠主耶穌基督嘅名而求，阿門。